昨晡暝12:17，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.4的地震，全台湾拢在摇，嘉义甲台南上严重。有人讲，即届的地震和60年前白河大地震的震央伫咧同一搭。不过学者认为，即届地点离梅山段站有一段，应该是无牵连。地区本身吊顶一直摇，拖地高拉站的民众讲，亲像坐海盗船共款。透早0:17，嘉义发生随时规模6.4地震，全台拢有感觉。大埔上大震度达到6兆，了后嘉义甲台南也陆续发生有感地震，中南部陆续传出灾情。两间拢共款，拢啊规个拢。包括迄个顶块啊，拢拨落来，好甲再无倒。足大吼，毋知偌大，我毋知啦。50几栋拢毋捌地安尼。即摆地震互人想起发生伫1964年，随时规模6.3的白河大地震，震央伫北纬至3.2度，东经110.6度，造成台南嘉义900人死亡，650人受伤，超过3万户楼厝倒去受损。甲即摆地震震央伫北纬至3.23度，东经110.57度，差不多有定下，是不是同一震央引起讨论？那它的附近呢是有一个口小里断层，或者是北边一点的出口断层。那这个蓝色星号呢是过去1964年白河地震所发生的位置，看起来跟这次主震位置有点接近。那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性呢？也必须要再经过后续的一个分析。震央位置在那个曾文水库那边。那距离梅山这个区域当然还有30-40公里以上，和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。地表在7-8公里以上其实有很多的活动断层。从震央来看，这次地震是跟地表的这些活动断层是没有关系的。台大地质学者陈文山分析，因为即摆震源甲白河大地震无定塌，也认为地震是极端层造成。不过梅山断层是东西向，甲即摆南北向两种是无共款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